新竹市最近因为这棒球场场地问题引起外界批评，市政府宣布成立这球场改善小组，预备召开头一届会议来到棒球场会勘，针对各项缺失提出建议，目前定出4大方向要来进行改善。这一寸。改善小组人员来到球场，针对缺点看有真足。28号市府参棒球委员会、这棒球大联盟以及未全量球团球员工会做伙针对球场提出4大改善方向。比赛开始前，它会有15分钟场地整理，就是会需要洒水，它是用人工的。那正常来讲，应该15分钟就可以把内野洒完。就那天他没办法，就是他的水压就是等于是比较小啦。改善小组已经确定了接下来草皮养护、补水的方案，也针对牛棚的遮雨棚、球员的座椅高度等讨论定案。我们预计每周会召开1次改善小组会议，每天会召开施工检讨会议，持续把相关的问题改善好。市府把针对棒球场12亿的建设经费提出解说，总共花费了11.9亿元，包含了球场的主体约8.7亿元，以及新建地下停车场3.2亿元，就地整建有拆除、保存、结构补强、新建工程和装修等工程，所以费用比例上会比较高。新竹棒球场的缺失要怎改善？新竹市府敢有法度展现决心，尽快解决问题？外界拢真关心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